饼干、药，还有对了，手电筒。彤彤姐姐，你在做什么啊？哦，听说风财了耶，所以我在准备一些紧急用品啊。风财了哎，是什么啊？谁要来啊？不是啦，风财了耶，是台风来了。我今天听气象报告说风财了耶，所以要赶快准备一些东西，以防万一啊。可是风财了哎，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每次风财了哎，都可以不用上学，多好啊！风财了耶，会胎逢胎疫，出不了门的耶。胎什么啊？胎逢胎疫就是大风大雨啊，而且还有可能会停电哦。所以啊，我这个包包里面准备了手电筒啊、饼干啊、雨衣啊，还有一些药，紧急的时候就可以用喽。哇，好像要去郊游了，好好玩的感觉。不，某某，风财了耶，一点都不好玩，是很恐怖的哎，而且还有人可能会因此丧失生命哦。我知道了，对不起。那彤彤姐姐，你要我帮你准备什么吗？不如我们也来帮你整理一袋吧。好。风财了耶，台风来了，风财了耶。台风来了，风财了耶！台风来了，妈妈，风财了耶！风财了耶，那怎么办？我们要赶快做好防台准备。好。胎逢胎疫，大风大雨；胎逢胎疫，大风大雨；胎逢胎疫，大风大雨。彤彤姐姐，外面胎逢胎疫，我好怕哦。某某不要害怕，彤彤姐姐来保护你。停电了！不怕，我有带手电筒，我保护你。风财了耶，要做好防台准备，胎逢胎疫也千万不要出门哦。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，张来了。